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恭讀宗徒大事錄。我的靈魂晝夜相知，我的心情歡欣與天主，我的公主。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願主與你們同在。恭讀聖馬爾谷福音。請領受執事聖職莫斯高兄弟前來。最可敬的主教慈母圣教会要求您给我们莫斯高弟兄授予执事圣职。经询问基督子民及各有关人士的意见，我可证实莫斯高弟兄确有职。仰赖天主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助佑，我们拣选莫斯高弟兄领受指示圣典。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嘅思高弟兄，可能你係我哋思高弟兄嘅親戚啊、朋友啊、好兄弟、好姊妹啊。咁今日佢即將領受呢個執事嘅聖典，都讓大家一齊去諗下，再次反思呢件係邊一回事咧？佢會靠住聖神嘅恩寵，得到力量，將要喺宣講聖祭同埋愛德嘅事務上邊，協助佢主教同埋重屬主教嘅司鐸團同埋佢嘅修會團體，為人群去服務，成為我哋大家嘅公僕。佢會將服務喺祭壇，佢會宣講福音，預備禮品，
為信友分送聖體聖血。跟住呢，佢都要按住主教嘅指示，向唔認識天主嘅人宣揚聖道，幫助信友加深信仰，主持祈禱，施行聖洗聖事，為見證婚姻聖事，為臨終嘅送臨終聖體，同埋主持殯葬禮儀。佢既然藉着由宗徒傳下嚟嘅覆手禮會被祝聖，並且同呢個祭台結下不解之緣，咁就要以上要主教同埋佢團體嘅長上嘅名義，努力咁樣從事愛德嘅工作。佢要仰賴天主嘅助佑，務必喺一切嘅事上謹慎行事，好等人哋能睇得出佢係真係基督嘅門徒，因為基督降生成人係為咗服務，唔係要接受服務。即將領受執事職嘅思高弟兄，我而家想同你講多幾句説話。基督為你立下咗榜樣，都願你照住呢個榜樣去做。耶穌基督喺我哋門徒當中，佢嘅門徒當中，都喺我哋當中，都曾經以僕役嘅身份出現。執事既然係基督嘅僕役，你哋要全心去承行上主嘅旨意，喺愛德之中開心樣為人去服務，就好似你會服侍天主一樣。所以千祈唔好揀邊啲人去服務，邊啲人唔服務。的確，一個人能夠侍奉兩個嘅主人，所以你要細心去分辨，將一切不潔嘅事物呢，貪婪嘅行為呢，都視為崇拜偶像，加以棄絕。你既然自願接受執事呢個聖殿，就應該好似當日宗徒所揀選嘅聖愛德服務員一樣，佢有良好嘅聲望，讓聖神充滿俾你智慧。你將要以獨身嘅身份履行呢個職務，因為獨身嘅生活係牧靈愛德嘅標記同埋激勵，同時獨身亦都係孕育世界，使佢充滿生機嘅特殊泉源嚟嘅。你因愛主基督嘅驅使，甘願以獨身嘅方式去生活，你就要將自己奉獻俾基督，全心同我哋主結合，更自由咁樣為天主同埋人群服務啊！呢個內心嘅自由好重要。更加能夠無牽無掛咁樣去推展基督救贖同埋重新人靈嘅工作。所以你要喺信德之上生根植基，佢能夠喺天主同係第啲人面前盡量無瑕可指，堪當成為基督嘅僕人同埋分施天主恩寵嘅人。你不僅係福音嘅聆聽者，你喺領受咗聖職之後，更加會係福音嘅傳播者。切唔好對福音灰心失望。福音嘅中心點係上主是愛，所以更加唔好讓人對福音灰心喪志。你要以純潔嘅良心保存信德嘅奧蹟，並且以行動嚟彰顯咗你所宣講嘅天主聖言，使基督子民靠聖神嘅活力
成為天主喜悅嘅純潔祭品。同時希望你末日嘅時候同天主相會嘅時候啊，我哋大家都會同天主相會，讓我哋都能夠聽到佢對你咁話：好良善忠信嘅僕人，你嚟啦，享受你主人嘅福樂啊！所以親愛嘅思高弟兄，喺領受執事聖殿之前，你應該喺大家面前表明你接受呢項職務嘅意願。你係咪願意藉着我嘅覆手禮同埋聖神嘅恩寵，被祝成為教會嘅聖職人員啊？你係咪願意為咗幫助主教同佢嘅司鐸團，並為咗基督信眾嘅利益，謙遜咁樣熱誠履行執事嘅職務啊？你係咪願意如同聖保祿宗徒所講嘅，以純潔嘅良心保存信德嘅奧蹟，並且按照福音嘅教導同教會嘅傳統，以言以行去宣揚呢個信德啊？我願意。咁你係咪願意一心一意咁樣將自己奉獻俾主基督，為咗天國，終身信守獨身嘅志願，去侍奉天主、服務人群啊？我願意。你係咪願意信守並且加強適合你生活模式嘅祈禱精神，並且按照你嘅崗位、你嘅身份，以同樣嘅精神聯合全體天主子民，並且為佢哋同埋全世界得救，忠實咁樣履行每日誦禱嘅本分啊？我願意。你將要喺祭台上服務基督嘅聖體聖血，你係咪願意使自己生活一日比一日更加肖似基督啊？靠天主嘅助佑，我願意。你係咪應許尊敬同埋服從你當地嘅教區同你法定嘅長上啊？我應許。天主喺你身上開始咗美好工作，願天主完成。親愛嘅弟兄姊妹，天主既然選拔咗呢位弟兄接受執事聖殿，等我哋祈求全能嘅天主聖父仁慈咁樣賜予佢豐厚嘅恩寵同福佑。請大家跪下。上主求你神應盡嘅職務得蒙你嘅仁慈助佑，並使我哋選定呢位獻身於聖職工作嘅人，蒙受你嘅福佑同埋聖化。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祈禱。請起立。
全能嘅天主，求你降臨。你係施恩嘅施予，恩寵嘅施予者，各種職位同埋任務嘅分配者。喺你永恆不變嘅圓滿之中，你尚能使萬物不斷成長更新，邁向圓滿。你藉著你嘅聖言、德能同埋智慧，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你嘅聖子喺起初就安排咗一切，並使呢啲計劃喺適當嘅時間一一實現。你建立咗教會作為基督嘅身體，並使呢個身體嘅各個肢體享有天上不同嘅神恩，各司其職，又因聖神而奇妙咁樣合成一體，成為新嘅聖殿，不斷成長擴大。你建立咗3個聖殿職務，使聖殿人員為你嘅聖名而服務。猶如昔日你曾經揀選肋未嘅子孫喺你嘅聖殿之中供職。喺教會初期，你嘅聖子嘅宗徒，由於聖神嘅助佑，都選拔咗7位聲望良好嘅人，協助佢哋管理日常嘅事務，好使佢哋能夠全心專務祈禱同宣道。宗徒並且以祈禱同埋覆手禮委派咗嗰啲被選嘅人管理飲食嘅事。上主，現在求你仁慈咁樣垂顧我哋奉獻俾你嘅呢位領受執事職務喺你聖壇服務嘅人。上主，就求你顯發聖神降臨於佢，使佢因聖神嘅七恩而強化，忠實咁樣執行服務嘅工作。願佢都能夠具備福音中各種嘅美德，仁愛無私，關照貧窮，威信有節，純潔貞潔純樸，信守內心嘅紀律。願佢喺生活之中彰顯你誡命嘅光輝，使你嘅子民都能夠效法佢待人接物嘅善表。願佢喺基督之內堅定不移，以純潔嘅良心作美好嘅見證。今生追隨你嘅聖子，全心為人服務，而不求受人服務。來日喺天上同基督共享王權，因你嘅聖子係你嘅主耶穌基督，佢同你及聖神係唯一嘅天主，永生永王。
執事。請接受基督嘅福音，你已經係基督嘅使者。請你注意，你要信仰你所宣讀嘅，要教導你所信仰嘅，要實行你所教導嘅。兄弟姊妹，讓我哋一齊祈禱，望全能嘅創造者，我哋天父，因而收落一齊共同奉獻嘅聖祭。聖父，你嘅聖子甘願為門徒洗腳，為我哋樹立咗服務嘅榜樣。求你收納我哋卑微嘅禮品，
所以你都能夠以謙遜同埋勤勞嘅精神喺日常生活之中奉獻自己，作為救世嘅犧牲。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祈禱。咁多兄弟姊妹，願主同大家同在，讓大家一齊舉心向上，讓大家一齊感謝主我哋嘅天主。主聖父全能永生嘅天主，我哋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係理所當然嘅，並且有助於我哋獲得救恩。你藉聖神嘅傅油，祝聖你唯一嘅聖子，作新而永久嘅盟約大司祭，並且以奧妙嘅安排喺教會中設立不同嘅職務，以繼續基督嘅救世工程。基督不但將佢嘅王者嘅司祭職賜咗俾佢所有救贖嘅全體子民，又以弟兄一般嘅愛選拔咗公務人員，所以你透過授手禮而分擔佢嘅神聖職務。你願意你嘅聖職人員以愛心為你嘅子民服務，藉住聖道培育佢哋，藉住聖事帶俾佢哋力量。你要聖職人員努力效法基督，為侍奉你並為拯救弟兄姊妹而獻出生命，喺信德同埋愛德中勇敢為你作證。為此，我哋隨同所有嘅天使、總領嘅天使，以及天上所有嘅聖人，讚美你、歌頌你，不停咁歡呼。上主，你實在係神聖嘅，你一切聖都係根源。因此我哋求你派聖神聖化呢啲禮品，使成為你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聖體同埋聖血。佢甘願捨身受難時攞起麵餅，感謝咗分開，交俾佢所愛嘅人咁話：你哋大家攞去食啦，呢一個係我嘅身體，將為你哋大家而犧牲。晚餐之後，佢同樣攞起杯嚟，感謝讚揚咗你，交俾佢所愛嘅人咁話：你哋大家落去飲，呢杯係我嘅血，新而永久盟約嘅血啦，將為你哋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噶。你哋要為紀念我而舉行呢件事。信德的我聖。
上主因此我哋紀念基督嘅聖死同埋復活，而家向你奉獻生命之糧、救恩嘅爵杯。感謝你，使大家能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哋懇求你，使大家在分享基督嘅聖體聖血之後，能夠因聖神合而為一。上主，求你垂憐普世的教會，使你的子民和我們的教中良實四實。我們的主教周守仁書記、所有主教和全體聖職人員，特別是今天領受執事聖職的莫世高執事，都在愛德中日趨完善。上主，求你記得所有嘅亡者，呢個修院嘅亡者，都記得阿東執事嘅婆婆陳琴貞。求你接納所有嘅亡者喺天家如願以償，得見你聖容嘅光輝。我哋都期待一日天家再見。上主，求你垂念我哋眾人，使我哋能夠同天主之母童貞榮福瑪利亞、聖母嘅淨配聖約瑟、諸聖宗徒，以及歷代你所喜愛嘅聖人共享永生，並使我哋藉住你嘅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顯揚你。全能天主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藉着基督，帶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直到永遠。我哋領受呢個共融，但去聖事之前，而家讓我哋業主嘅禱文，向我哋嘅父祈求佢嘅和平、仁愛、公義嘅國度都嚟到我哋當中，我哋嘅教會，我哋呢個團體，我哋嘅世界裏邊。上主，求你拯救我哋免於一切嘅兇惡，因此我哋今世平安，使我哋仰賴你仁慈永久脫免罪惡，並且喺困擾同埋危難中安然無恙，虔誠期待住永生嘅幸福同埋救主耶穌基督嘅來臨。
主耶穌基督，你曾經對你嘅宗徒咁話，而家呢一刻喺度對我哋咁話：我將平安留俾你哋，將我平安賞賜俾你哋。我哋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過，請你睇你教會嘅信德、世人嘅盼望，並按照你嘅聖意，使世界同埋我哋教會都能夠安定團結。你係天主永生永王。咁各位兄弟姊妹，讓我哋永生父主基督平安同大家同在。請大家互祝平安。大家請睇天主羔羊，請睇罪免世罪者，召喚咗我哋跟隨嘅主耶穌基督。我哋呢班俾正嚟參與呢個羔羊盛宴嘅人，實在係有福㗎。上主，我哋飽享咗天上食糧，求你因住我哋喺榮主救人嘅工作上，尚能作你忠實嘅僕人，宣講福音，分施聖事同埋實行愛德。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祈禱。天主既然召叫咗你喺教會中為弟兄姊妹服務，願天主賜你滿懷熱心，
全心為眾人，尤其為窮苦嘅人服務。阿們。天主既然委託你傳播基督福音，都願天主幫助你生活出你所宣講嘅，成為熱誠嘅見證者。阿們。天主既然委派你做佢聖事嘅服務員，願天主使你肖似佢聖子耶穌基督，成為團體世人嘅和平使者。阿們。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嘅降福。願全能嘅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大家。彌撒禮成。